大家好，歡迎返嚟講鬼夜話，我係老司法。今晚想同你去一個好多香港人都好熟悉，但同時又充滿詭異傳聞嘅地方——尖沙咀海運大廈。你一定去過行商場、飲下午茶、坐響海邊吹海風，但響入邊有一個曾經好出名，後來被人逐漸遺忘嘅地方——海運戲院。響未開始故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哋，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人。傳聞入邊唔只有觀眾觀看電影去到一半見到多咗個人坐響身邊，仲有員工話夜晚收工響走廊見到一個無頭人影慢慢響盡頭度行過嚟。今晚就等我哋一齊行入呢間戲院嘅黑暗角落，睇下所謂無頭鬼到底係真鬼定係人心。要講海運戲院嘅鬼故，首先要講下佢嘅出身。海運戲院喺60、70年代就已經存在，係尖沙咀區好出名嘅戲院之一。嗰陣時未有咁多商場，未有咁多 IMAX， 去戲院係一件好隆重嘅事。情侶拍拖、家庭日、小朋友放假，成班人會專登搭車嚟海運大廈買飛入去海運戲院欣賞最新港產片同外語片。戲院入邊係典型舊式設計，高高嘅樓底，長長嘅走廊，紅色或者深色座位，昏黃又帶少少藍色嘅燈光。當戲院關燈，淨係得銀幕發光嗰陣，四周好多位置其實係半黑唔黑，半光唔光。長年累月，呢啲空間自然會積聚好多故事。有人響度第一次拍拖，有人響度喊到收唔到聲，有人響度分手，有人響度偷偷摸摸。對某啲人嚟講，海運戲院係青春回憶，但對另一啲人嚟講，佢係一個充滿陰影同秘密嘅地方。關於海運戲院嘅靈異傳聞好多，今晚有幾個同無頭有關嘅同你講。第一個故事係戲院職員之間流傳，有位舊員工講，以前做夜更，收場之後要巡一巡場，睇下有冇觀眾遺留咗嘢，座位有冇問題。過晚已經係最後一場戲之後，觀眾全部走晒。佢響樓梯口望入去走廊，見到遠遠有個人影企佢喺度，好似仲未走嘅。佢就心想，點解仲有人響度？於是就大嗌一句：先生，已經收場啦。個人影冇出聲，只係慢慢咁向佢行近。但係行近咗2、3步之後，佢先覺得有啲唔對路。因為響昏黃嘅走廊燈之下，個團黑影好似冇咗個頭，上半身係有嘅，有膊頭，有身形，有手，但係由膊頭以上，好似直接同後面牆嘅黑暗融合嘅一齊咁。佢當時成個人僵咗，只係記得自己倒抽一口涼氣，轉身就跑。第二日同同事講，同事竟然話：你都見到啦，我以為得我見過。第二個故事係觀眾版本，有觀眾話去海運戲院欣賞午夜場。入場嗰陣人唔多，成行得幾個人，佢選擇喺中間偏後位置坐，開頭完全正常。套戲去到一半，佢突然覺得右邊好似多咗個人坐低，仲好似有少少冷風掃過條頸。佢以為係遲到觀眾，唔多理，繼續望住銀幕。直到中段，佢突然好自然咁想轉頭望一眼隔離個人長咩樣。佢形容自己只係用眼尾咁輕輕掃一掃，已經嚇到成身起嘅皮。因為佢見到隔離嗰個座位有件似係深色外套嘅嘢，好清楚有膊頭有身形，但係冇見到頭。佢本能咁望翻前面，心跳快到好似要跳出嚟。再過多幾分鐘，佢終於忍唔住，假扮去洗手間起身。當佢真真正正望向隔離個座位，嗰度係空嘅，咩嘢都冇。第三個就係有人影相嘅故事。有啲人中意響戲院關門前後用相機影啲懷舊走廊。事主話有一次響海運戲院嘅樓梯位自拍，想影翻少少老戲院感覺，現場嘅唔覺有任何問題。但返屋企放大張相之後，佢發現自己背後走廊中段有一團黑影，好似係一個人企喺度。如果你放大少少嘅，下半身大概可以分到係褲係鞋，但上半身向上到頸嗰度全部模糊嘅，成個頭位完全黑晒。佢仲話明明嗰陣係收場時間，現場冇其他觀眾，得1、2個職員響前面收拾。呢個響後面安靜企住嘅無頭人，完全唔知係邊個。去到呢度，你可能會問，係咪真係有一個無頭鬼專響海運戲院走廊徘徊？要揾所謂真相，可以由幾個方向去研究。第一，海運戲院嘅建築同燈光設計。舊式戲院走廊燈大多數都係偏暗，
樓底又高，光線由上而下打落嚟，中間會有好多陰影位。當一個人企得比較遠，又企咗光線同陰影交界嗰度，膊頭以下可能有少少光，膊頭以上就成嚿黑晒，好容易俾人覺得冇咗個頭。第二，長時間響戲院入邊工作嘅員工本身好容易產生無色錯覺，即係你日日見同一個場景，腦袋好容易會響影佢哋嘅地方幫你自動補畫面，見到唔存在嘅人影。第三，夜晚午夜場嘅觀眾本身已經係恐怖片、懸疑片嘅 target， 心理狀態會偏緊張，再加上戲入邊成日有突然大聲、突然黑晒咁嘅畫面，身體處於半驚嚇狀態，對光暗變化更加敏感。一旦你聽過海運戲院有冇頭鬼呢個講法，你再入去，腦其實已經準備好要見鬼。從科學角度可以點樣拆解呢啲現象？第一，視覺、錯覺同光線。人類視覺唔係攝影機，唔係客觀記錄現場，而係腦幫你加工。當光線由頂燈打落嚟，如果對方着深色衫，又企響牆邊，頭同背景嘅顏色好接近，遠望就會好似融咗響背景入邊，你只係見到一截上半身同膊頭輪廓，於是腦就話俾你知，喂，嗰度有個無頭嘅人。有實驗顯示，響昏暗環境之中，只要你用側眼望一個模糊影子超過10幾秒，你就好容易將佢誤認為係動物、人甚至鬼。第二，周邊視野眼尾嘅問題，好多靈異經歷都係用眼尾見到開頭。周邊視野對光暗變化敏感，但對細節分辨好差。當你用眼尾去望一個影，都仲要響半暗環境之下，好容易會少咗一截，例如少咗個頭，少咗隻手。第三，集體記憶同暗示。當一個地方傳咗一次無頭鬼故事之後，第二個人係咪真係見到，定係佢只係響相似環境底下將前人故事投射咗落去？腦科學研究話，人好容易會用舊有故事框架去解讀新資訊。你響戲院嘅走廊見到一團黑影，第一個想法唔係照明問題，而係無頭鬼，因為呢個版本更加刺激，更加難忘。第四，相片同影像。至於影到嘅無頭人影，都有可能係快門速度、相機對焦、拍攝角度造成嘅殘影。當你響昏暗環境用慢快門，前面有人行過，個頭如果啱啱響比較光或者比較暗響位置，個身體同頭嘅曝光就會完全唔同，變成有身無頭嘅怪圖。但係講咗咁多科學理由，有啲位老實講都仲係解釋唔到。例如有啲員工話，響完全冇觀眾嘅情況之下，聽到走廊有腳步聲，一步一步響後邊行近。又或者有人話響安全出口嘅玻璃門反光之中，見到一個人企響走廊中間，但一轉身，成條走廊得自己一個。呢啲經歷係咪純粹心理，定係真係有啲我哋未知嘅嘢存在？科學可以提供一啲解釋，但未必可以覆蓋晒每一個細節。海運戲院而家已經唔係當年嗰個樣，隨住時代變遷，舊戲院一間一間咁消失，鬼故都慢慢變成懷舊故事嘅一部分。對有啲人嚟講，無頭鬼可能只係光線問題，人類腦袋中意嚇自己嘅產物。但對另一啲響度打工、響度拍拖、響度嗌過笑過嘅人嚟講，呢啲傳聞係證明海運戲院曾經真實存在過，曾經陪伴過一代人嘅證據。科學可以解釋燈光、錯覺、心理暗示，但係你夜晚一個人行過長長嘅走廊，燈光半暗，遠處好似有個影喺度揮手，你又敢唔敢行埋去望清楚佢係咪真係無頭呢？如果你以前去過海運戲院，或者響舊戲院有親身靈異經歷，記得響留言話俾我知。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同埋分享俾其他人。我哋下個星期六再見，繼續發掘香港都市傳說嘅另一面。記得熄燈之前望一望你背後。